后来这个风台相关的消息，等一个继续来报上。先来到高雄的美浓，昨下晡有一个男子甲伊的老爸起冲突，竟然拿棍仔对拍老爸，厝边斗来关心，嘛共拍惨落，最后是警消合力甲压制扣手铐，移送法办。你看，支援来了。伫安全帽穿普色衫这查甫人手举一支棍仔，步步逼近警方，表情看起来真凶。原警唔敢大意，手举警棍甲防暴盾保持距离。其中一个原警，三路边花卡就甲牵，想要逼退对方。边个救护人员冲进前，用阿鲁米推甲堵掉咧，将伊逼到电话条的边啊。这个时，原警使用咸椒仔水一直甲喷。尾手警方总算将伊压制在地，双手甲铐起来。看到这个过程的厝边隔壁啊，想到犹过会惊。哦，10几个警察那个警笛啊，一直在鸣，一直在鸣，就是他儿子砍他爸爸。人家都吵架的声音啊，我朋友说看看出来看是什么事情，就冲过来了，我朋友就给他弄到去给我联系。这个查甫人老爸手指头壳花一直流。高雄美浓昨下晡点外，现场查甫人甲因老爸冤家，牙棍拱上因老爸，搁上吊厝边。没有关门，站在这里，他就在那里就直接冲过去打他。头有动。厝边隔壁拢着惊，有人规暝唔敢困嘛，烦恼讲附近大个拢是老大人，迄若无细致，就变成攻击的目标。申请保护令外，另彰显涉伤害罪部分，依照相关法令规定。移送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因为一时情绪失控，出手拍人，造成3人受伤，和警方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